表示他们就是宣布他们不当中常委的话，那我本人我是觉得说，今天这个中常会参加完了，我看我们阶段性任务完成了以后，我也会宣布我们退出。主要就是主席的他要辞职嘛，要总辞嘛。我想大概这是成定局的吧。那剩下就是在3个月之内来改选我们的之内了，3个月之内。那现在选举的那个行程好像都有在网络上有公布出来嘛，大概就这样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跟主席接触过？我本人没有啦，我本人是没有跟主席接触过，但是我也是说，我们这个中常委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是一定要跟反正党意和那个党员的意思非常的明显嘛，在这边都在反映，我们就充分在中常会上去跟主席表达我们的意思。但是我相信主席他在上个礼拜6不是已经宣布了辞职，应该我们要尊重他的意思。不过接任还是让期间代理主席会由谁来接任？然后还有包括说中常委的，因为包括部分青商派已经自行请辞嘛，中常委的部分，他现在我相信中常委，我们现在建议是中常委立刻改选了。那我本人的话，那这2天有7个中常委已经表示他们就是宣布他们不当中常委的话，那我本人我是觉得说，今天这个中常会参加完了，我看我们阶段性任务完成了以后，我也会宣布我们退出这个中常会，全面让年轻人接棒。我的建议是，下一届的我们党员这个党职啊，应该完全让60岁以下的人来全面接班，这样才是一个改革的方向。不要嘴巴说改革，要真正的我以身作则，第一个先退出这个选举。你自己看好这个吴敦义下台之后，党内的改革能够很顺利的进行吗？一定可以顺，我相信他也要顺利的努力，一定可以顺利的换发，一定可以顺利推行。我想可能你们要注意一下那边。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了，年轻的声音大家都听到了，下一届我希望所有的大家应该我们让所有的年轻人，不要60岁以上的全面退出了，让60岁以下的年轻的人来接班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改革。谢谢。扮演报告，看他等一下会怎么样的报告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现在还没有看到。这个真民众代表代理主席年轻人的声音很多在那边，但是我说这些声音要重视啊。清除王统，老贼下台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有人哦，小心。